主耶穌復活慶期默想，從墳墓到使命。主耶穌復活之後，佢首先係向幾位前去佢被安葬嘅墳墓嘅婦女顯現。呢一幕喺福音書卷裏面都有記載到，成為信仰歷史上一個極具震撼力嘅場景。喺猶太嘅社會當中，婦女嘅地位低微，甚至喺法庭上，佢哋嘅證詞都唔會被接受。但係主耶穌卻揀選咗呢一班婦女，成為第一批見證佢復活嘅人。呢一個唔單止顯明佢嘅愛同埋恩典，亦都深深地造就咗呢一班婦女嘅屬靈生命，為所有後來嘅信徒帶嚟極大嘅鼓舞同埋盼望。喺清晨嘅時分，幾位帶住香膏嘅婦女前往主耶穌嘅墳墓，想用香膏去抹佢嘅遺體，表達向主耶穌最後嘅敬愛。呢一班婦女根本唔知道復活嘅奧秘，亦都未曾想過會與主耶穌再相遇。佢哋定義嚟到墳墓係因着愛主耶穌嘅心從未熄滅。當佢哋從天使嘅口中知道主耶穌已經復活，其中嘅抹大拉瑪利亞即刻返去話俾彼得同埋約翰知道，佢成為第一位傳講主耶穌已經復活嘅人。佢嘅忠誠同埋愛，主耶穌並冇忽略，反而記喺心裏面，並且親自去回應佢。當抹大拉瑪利亞跟住彼得同埋約翰返到墓穴嘅時候，佢並冇一齊入去，只係喺墳墓外面喊。就係嗰個時候，主耶穌向佢顯現，並且親自呼喚佢嘅名字瑪利亞。呢一聲嘅呼喚，瞬間喚醒咗佢嘅信心同埋盼望，使佢從極度嘅悲傷中轉為驚喜。主耶穌嘅復活唔單止帶嚟安慰，亦都賦予抹大拉瑪利亞新嘅使命。佢焦急地返去同門徒傳遞呢個重要嘅消息，就係主耶穌已經復活嘅好消息。喺嗰一刻，佢從一位憂傷地去尋找主耶穌身體嘅人，轉變為第一個見證主耶穌復活嘅報信人。佢帶住焦急同埋火熱嘅心去分享主復活嘅消息。佢嘅生命因着同復活主耶穌嘅相遇而被轉化，從靈命嘅低谷被提升，走入神為佢所預備嘅新方向同埋呼召。當時主耶穌並冇向彼得或者約翰顯現，亦都冇喺聖殿中公開顯現，而係首先向一位曾被社會輕視、曾經被7個鬼附過嘅女子顯現，讓我哋睇見神揀選人並唔係睇外表，佢所看重嘅係嗰顆單純尋求佢、愛慕佢嘅心。呢一次嘅相遇，亦都深深地更新咗抹大拉瑪利亞嘅屬靈生命。佢當時嘅心情係交織住驚恐、困惑同埋喜樂，但係當主耶穌向佢顯現同埋說話之後，佢嘅心得到完全嘅釋放，佢嘅信心立刻被堅固，原本嘅恐懼亦都被喜樂取代。抹大拉瑪利亞嘅經歷唔單單係屬於佢，更加係屬於歷世歷代所有信靠主耶穌嘅人。佢嘅故事提醒我哋，即使喺極度失望同埋痛苦之中，只要仍然有尋求主耶穌嘅心，主耶穌必定會向我哋顯現。即使我哋覺得卑微、微不足道，主耶穌依然樂意與我哋同行，並且使用我哋成為佢榮耀嘅器皿。主耶穌嘅復活唔單止係歷史嘅事件，更加係一個邀請，邀請我哋從哀傷走向見證，從懼怕走向呼召，從黑暗嘅墳墓走上光明嘅使命之路。願意我哋都效法嗰班清晨喺耶穌墓前嘅婦女同埋抹大拉瑪利亞一樣，即使喺看似絕望嘅時刻，依然唔放棄尋求主耶穌，依然以愛去回應佢，並且預備自己回應佢嘅呼召。因為主耶穌已經復活，佢亦都願意向我哋顯現，使我哋嘅生命與佢同得榮耀，並且完成佢交俾我哋傳福音嘅使命。